这件合作近期博物馆行动列车计划当中，参照花园水稻博物馆，得让学生家己动手组装水稻头，认识水稻对民生用水的重要贡献。其他像个生活科学馆的寻龙教授，也是要突破你对恐龙的定义。这课程就是南营天文馆结合滇市5间博物馆所推出的10套特色体验。预计在休热期间巡回15种处，更深入偏向31间学校，预计将造福3000位学生。如果地球站在这里，它离太阳太近，因为太热，水分会蒸发掉，就没有生命存在的元素喽。所以呢，地球要在的位置啊，就是在这里，刚刚好适合居住的地带。另外还有一个一样是四足星球的，就是火星。我们后面的背景有没有看到？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8大行星当中，4居星球有哪2颗呢？说说看，有地球，对，地球跟火星，这样都了解吗？这暑假我们结合水稻博物馆山上水稻博物馆，还有佐证化学化石馆、大内天文南营天文馆还有我们南科化石考古馆，还有树科学馆，5大馆能够带给同学们满满的惊喜。原先的规划是以这个偏乡为主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扩大这个服务的范围原先是估计3000人，学校3000，落成3000，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。但是教育手下加文化指导有将近60间各领域的博物馆，这摆有5间博物馆更是全台第1摆合作，市场欢迎所有大小朋友在休热期间做回来参与体验。台南新闻古文集林根采访报道。